今日都講咗可能8號隊長啦，因為大家都好期待佢過嚟。咁不過我哋今次其實強調係整體一個球隊為主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好期待咗12年啦。曼聯重返我哋香港，咁其實係一個整體嘅球會一齊嚟香港，咁非常有代表性。咁我哋希望下一步都會吸引更多嘅唔同嘅國際嘅比賽嚟香港，咁將香港嘅足球咧可以再邁上一步。你有冇預計過賽果？呢個好難啊！呢個對我嚟講最緊要一個精彩嘅表現咯，因為我更重要其實係呢個係一個備戰賽嚟嘅，所以我哋好希望咧有個精彩嘅比賽，俾到一個球迷一個好嘅體驗啦。第二方面就係等我哋港隊咧可以備戰為我哋嗰個亞洲杯外圍賽可以取得好嘅成績。我哋體育盛事都非常之多，咁之前已經公布咗啦。咁今日好高興可以分享曼聯對港隊啦，同埋暑假會有4隊頂尖嘅球隊啦。咁有呢個利物浦啊，有 AC 米蘭啊，有呢個熱刺啊，同埋會有呢個阿仙奴，所以今年我諗個足球比賽非常之豐富。OK。